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爱，我们相信你是慈爱，相信你是永远长存，相信你是让我们抬得起头来的神。因为你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。主，孩子要说，若是我们有得罪你的，隐而未现的罪，求主你来赦免。你是公义信实的神，你应允我们若是在你面前认我们自己的罪，主，你有赦罪之恩，要让人知道你是神。谢谢你光照孩子，孩子虽然身为传道，但是还只有没有做好的，特别是对自己的孩子，我自己的孩子有错过没有教导好的，主求神你赦免。如今他犯错，他需要面对。主，你掌权，在你有赦罪之恩，你要恢复你每一个孩子原来呢创造的美好，因为你是信实的神。谢谢你给我这样的心，盼望让我能够相信。谢谢你爱我，让我能够支持走下去。主，你也知道，在场有很多的孩子，有很多你所爱的，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，你听见此时此刻他们内心的声音。亲爱圣灵，你已经进入他们的心，你要用你的爱来爱他们，你用你的爱来爱我们。谢谢，谢谢亲爱的主耶稣。或许还有人不认识你，今天第一次来，但是主，你的爱早就定义决定要爱他们，而且爱他们到底，拯救他们，拯救到底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要来看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哦。好，今天呢，传道要来走来走去啊，今天这里有坏掉，所以我们要来读经文啊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第5节到第8节，16节到18节。有圣经吗？有圣经的拿出来，没有圣经的举起手来。好，我们有同工会来帮助你。然后我们的讲道大纲上面也有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。好，谢谢这边有2位，好，这边有2位，那边对。好，第一次今天有很多是第一次或者是最近才来的，你不用害怕哦哈。这个圣经传道会尽量讲的让你听得懂。如果你听不懂，你随时举手，好，或者是等一下要结束的时候可以问传道尽量让你们听得懂啊。如果你们真的听不懂，你就睡觉，你睡觉我就知道你听不懂，我就会过去拍拍你，我就知道我要讲简单一点，然后你能够听得懂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拿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预备，请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
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在你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察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来，请继续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有许多重复话，他们的嘴话都一谋随意，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一些你们所需要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好，继续16节到18节。你们禁食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，愿上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禁食的时候，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。你父在暗中察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好，谢神哦。我们继续，我们今年呢一直要来讲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就是有关，你怎么样来讲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跟谁讲话？要跟上帝讲话。祷告呢？什么叫做祷告？我们今年都要来学习祷告。祷告就是跟上帝来讲话，哈，真真实实来讲话。那怎么样我讲？传道要讲哈。不只是静默默默不语哦，真的要说，说跟没有说哈，有没有差？差很多。好，今年我们会慢慢说，我们讲话，我们祷告的时候说出来，跟没有说用静默是差非常多的。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在今年度里面，我们都要来上健身房哈。什么样的健身房？信心的健身房，就是我们要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啊。传道刚刚有分享。若是你在人生的低谷，你没有信心；若你像摩西一样，前面呢大海、红海，后面追兵，你若没有信心踏上去，那个红海不会开。所以你若没有信心，你人生很难度过那个低潮、黑暗期。所以信心这件事情是重要。但是我们也讲过，信心不是自我喊话，不是每天早上起来像自我暗示一样。照着镜子，我一定很好，我今天一定很棒，我今天过得一定会很好，我有信心。拍谁？而是用喊，真的不是用喊的。你喊破头没有用，而且你越喊越挫折会越大。因为你不是对上帝喊，你不是对上帝信心，你是对你自己，你是自我感觉良好。我自己是不是全能的？我自我喊话有什么用呢？没用。我想我们更多的是要来对神，跟神对神的信心。那么这个信心我们是需要操练，不是感觉，不是建筑在那个感觉上，因为我们的感觉是会漂浮的，我们的感觉会不定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在跟神建立的那个经验、那个信心。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呢？如果你的情境当中有跟传道一样，是面对的是困难的困境。那么你有机会被操练，所以当你遇在困境、困难、在痛苦中的时候，你会听见什么声音特别大声？上帝爱你的声音会特别大声，你特别敏感。所以有人说苦难，苦难是神爱，神的爱那个扬声筒。在你苦难的时候，你对神的爱特别听得更清楚，你特别经验到神。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要建立在去经验，慢慢一点锻炼，不是自我喊话而已。当然，圣经经节，我们认识这一位神越多，我们就越有信心。如果你没有机会像传道一样是在低潮，是在逆境中，那么我们可以透过祷告上这个健身房。你没有实际在路上跑，但是你确实能够锻炼的。一次又一次，你有没有上过健身房？到你极限的时候，哇，我已经特别细呀，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。可是当你度过那个跑到运动到极限，人的极限，你会经历到说，啊，好舒服。这健身房是吧？
所以这是一般人的健身房，去那边可以锻炼体力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人见面第一句话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上健身房？哎，你有没有上健身房？”你如果问郑牧师，郑牧师，你今天有没有上健身房？你有没有上健身房？变成是一般社交的用语。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很弱啊？有上健身房还很弱啊？什么原因？他是去健身房参加，然后进去以后刷个卡，然后现在那边做什么？练什么的？练舌头的啊，他去八卦的，不是练身体啊，练舌头的这个肌肉的，不是他的身体的肌肉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健身房、运动房，很多都是靠窗户边嘞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运动不是全部都是在窗户边？你远远从坐车过，你就可以看到人家那边，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人穿得很美，所以传到很多的那个朋友，他们每天都是要去健身房去展示他们的身材，他们不是要去运动的，因为他们只要去那边，他们就觉得满足了。所以运动看得见，你祷告看得见吗？今天的经文就是从马太福音来教导我们，在那个时代，耶稣教导一群那时候的听众。那时候听众是怎样的人？绝对不是不认识上帝的人。这一群人是犹太人，他们认识上帝，而且他们看起来他们有习惯，什么习惯？上健身房的习惯？不是，他们有祷告的习惯。而且他们祷告的习惯很像我们现在上健身房，需要怎样？让人在窗户边，让人看得见。那耶稣怎么来教导啊？怎么样子？这一位我们信心的这个健身房的教练，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真正的去锻炼到我们的信心？不是锻炼在我们的嘴巴，不是锻炼在我们的虚荣心，不是锻炼在我们的习惯。祷告不仅仅是习惯，我们不是被习惯迁就，祷告我们是要真实跟神相应。所以我们来看，我们上了健身房，我们一定要得着它的好处哦。我们不是只是入了会员以后，然后只是去那边晃晃而已。我们真的入了迦南教会这个大家庭的会员以后，我们上了信心健身房，我们真的要用起来啦，用卡起来，好不好？不是只有这个很有趣耶，这个世健姐姐，她上面写什么？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懂吃哈，非常有创意哈。你们去运动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一个节奏呢？祷告也有节奏啊，你跟神的互动当中，你有没有节奏？我们来看这一位教练怎么样来教导我们。首先呢，他就马太，我们如果回到马太福音这个时候马太呢，就那个时代的是犹太人的时代，他们常常有3件事情来锻炼他们的敬虔。哪3件事情呢？今天第一件事我们前面没有读到，第6章第1节到第4节，就是有关什么？有关什么？施舍。有关这个就是救济周济。第2件事情可以锻炼我们的是什么？是有关祷告。第3件事情有关我们可以锻炼犹太人的敬虔的。第3件事情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禁食祷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因为我们针对只有祷告，所以我们就选了从第5节到第8节。那我们来看耶稣他怎么样来说。他呢很清楚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。假冒为善，简单讲一个字，那个字叫什么？跟去年主题一样，假嘛鼎王也是假嘛这什么王嘛假的爱站在会堂。爱会堂跟十字路口的行当看到嘛，看得到嘛故意叫人看见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传道跟你们讲小秘密哦。圣经如果出现这几个字，这7个字就是完全的命令哦。这7个字哪7个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后面那个就是很重要的事。
这是圣经里面圣经翻译学、释义学里面的他们的语词很重要的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就是代表后边最重要啦哈。刚才那些传道讲那些都不要听，这个要听。他说什么？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我祈祷是要，我相信犹太人他们祷告是要祷告得什么？得很多啦，得永生啦，得什么鸡飞狗跳，不是鸡狗平安啦，什么都希望这个邻里兴旺啦，凡事亨通啦，这个手所做的一切都亨通啦，身心灵健壮啦，他们一定是要得到这些，或者是更多。但是拍谁？不好意思，耶稣说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如果站在路口上这样子故意叫人家看见，拍谁？你求的，不知道会不会得到，但是你已经得到你要的那是什么？被看见。如果你在乎你的虔诚，你对神的敬畏，你在乎是让人家看见而已，那么拍谁？耶稣不推荐你。耶稣要再推荐你更好的事情，怎样更好的事情？接下来他怎么说？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所以你会说传道，所以我礼拜五祷告会都没来吗？你看理由在这里呀，不是叫我关在房子里吗？领主祷告，我们听讲恁青年事工4月18圣诞日的时阵要通宵祷告，免来啊！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说，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进到内屋，关上门，在暗中父亲才要查看，不是这样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不是这样嘛？有人摇头了因为主办在后面了绝对不是这样，这里讲的不是这样，这里讲的更多的是，耶稣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在路口祷告，请问你要的是什么？你在路口祷告，大声的祷告，你要的是什么？你的需要是什么？一定有一个驱动力让你这么做，对不对？那驱动力，那个需要是什么？被看见。所以，谢谢你，需要被看见。我们真的有一个需要，我们需要被看见，我们需要被在乎。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这个宗教的行为吗？不，它不是宗教的行为。祷告是你跟神贴近，不得不有的交往。就像你很久没有看到你的爸爸妈妈，你在乎的人，你爱的人，你不得不，你一直想他，你就是要去贴近他，这种渴望。祷告是这样，不是要被看见。因为耶稣说，如果你只是装模作样，你只是这样，那么你已经得到了，但是你跟神的关系，对不起，没有得到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解决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传道，那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在公众里面祷告吗？不，如果是这样，请问一下拿圣经的人，这段经文后来怎么说？来，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6章第6章第9节，可以看一下吗？我要来请谁来跟我同工来读一下好吗？好，谁可以来大声读一下？他说：“好，请。”哎，没有声音呢。所以好，要这样。下一个。好，不要啊！有没有人呐？不要那个，有没有人找到圣经？马太福音第6章，我没有写在这里啊。第9节。什么？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。怎么祷啊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。愿到这
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是用你的旨意对我们以后来，不叫我们在，不叫我们变世上，就我们托说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誉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让你阿妹。耶！来，他需要拍拍手，哎。谢谢你。好，你看，耶稣教导完以后，说你要关在门内祷告。接下来他说怎样？我教导你们怎么样祷告，怎么样祷告？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请问他为什么没有说我教你们这样，我教你这样祷告？我在天上的父啊！所以可见，祷告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的事情。在我们基督教的群体里面，十字架最清楚了。他这里绝对不是教导我们私人祷告而已，没有这一回事。祷告永远都是群体，因为耶稣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所以神更愿意我们聚集起来。或者是异地，同时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经历，当我们跟一群人一起祷告，你就会发现，真的在自己家做健身跟上健身房是很大的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在也会持续一直在下一次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来讲主祷文。我们一句可能一句或几句，我们会一起开始来看。主怎么样教导我们来祷告？所以，我们下次的题目会是“我俩是什么关系”，就是你跟神、跟这一位祷告的是什么关系？所以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。传道要讲的就是说，在祷告的这件事情上，绝对不是你一个人承担，绝对不是你一个人来祷告，是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是群体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寻求原来你以为的需要。你自己祷告的时候，你列了一堆，你重复做了同样的错事，你重复一直绕圈圈，重复，但你发现不是你真正的需要。传道曾经讲过有个个案，他收集台大的女生，记得吗？他自己只有高职毕业，他娶台大的女孩子当妻子，后来他自己又搞外遇，又要找小三，也是台大的女生，因为他有一个需要，他自己觉得他有个需要，他要被人看见。你看吧，我学历也没有，你看我国中毕业，然后高职读夜间部，你看我还不是取台大的，收集台大的，因为他有一个需要，就是他要怎样被看见，他就炫耀。可是当他有了这个小三的时候，他痛苦到极点，因为他的太太已经成为基督徒，一直为他祷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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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心就不安。他终于在教会才发现，他真正的需要不是他以为的，他需要有一个台大的女生，或台大的小三，或台大任何台大的。原来他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完全接纳他、爱他。只有一个高中毕业、高职去读夜间部，神还是爱他。所以我们好不好？我们或许还不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真正需要是什么。我们以为我们只要能够怎样，我们能满足。不，我们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寻求，绝对不会是只有你一个人，好不好？祷告是有关我们群体一起来的。我们传道跟我们的同工，我们都关心你的需要，我们的需要，神更关心你的需要跟我的需要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有一个约定，我们跟同工之间，如果你愿意，周一我们为国中组，我们提名带到；周二为高中组，周三为大学跟研究所；周四我们为社青，我们提名名单；周五我们为每一个人的灵性，你想到，特别是我们晚上有灵主的祷告。属灵的征战祷告，周六就为每一张椅子坐在这里，所以你坐在这上面，其实已经有人为你祷告，虽然他不知道谁坐在这上面，神也一直为你祷告。然后我们周日的时候有特殊需要，你可以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寻求你真正的需要。
你真正的需要神在乎，我们一起来寻求，我们一起来被神来满足。在接下来经文呢，他又讲，哎，你们不用讲那么多啦，重复话讲那么多，你以为讲长就有用吗？耶稣说不好啦，不要怎样效法。真正的需要是怎样？真正的需要是把你的神看重是你的心，因为神早就知道你内心啊，他看重的是你的心。你说哦，传道我都不会讲话，我只会讲说主啊救我，这些这不小碎啊。好，有多少人在危急的时候只会讲这句啊？有的甚至还这句话都不会讲呢，只喊什么主啊，就灭顶嘛，啊神就给他扶持，啊或神就给他接受，哎，这个都是感谢神啊。好，所以不用多，但是要真实，要真心。神看重的是真实、真心的，所以他说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以为话多就必蒙垂听。不是，神看重的是更多的是什么？你内心真正的需要。我想我们祷告是真实。你如果没有其他的话，你也没关系。你没有很多时间没关系，你只有吃饭的时间，你只有坐公车的时间，你只有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关系。但是传道觉得可惜啦。如果你能够在一天当中更多的到上帝的面前，特别透过诗篇，特别你听见你自己内心是什么让你心情不好，什么让你支撑不下去，什么让你很嗨，那件事情就有神在那里，你的需要在那里，好不好？静心听下，然后说主啊，帮助我更多认识我自己，透过上帝你的话，我可以更多认识你，也因着更多认识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神，我就能够更多认识我自己的限制，我更多认识我自己不足，我更多知道我需要与这一位爱我、永远爱我的这些主耶稣基督来连接，你就知道你真正的需要在于主。传道需要你们自己去体会，透过信心，透过经历，你需要去体会。那我想我们一起来，我们透过祷告当中，圣灵也为我们软弱来祷告，但是我们要小心哦，因为怎么说呢？来这个经文里面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有没有在经文说，哎，神呢其实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我们还需要祷告吗？还需不需要祷告？还需不需要祷告？神都已经知道了，我们还需要祷告吗？还告诉他不知道的吗？他都知道了，我们干嘛？我们为什么原因我们需要祷告啊？我们当然需要随时的祷告，因为神要我们跟他同在，要我们跟他互动，要我们跟他的关系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。那么圣灵他会为我们祷告，他怎么样来为我们祷告呢？绝对不是说，他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了祷告，所以我就闭嘴，没这个代志啦，那就对你没有帮助。不是，除非你真的苦到不行再开口。圣灵怎么为你祷告？圣灵要为你祷告的是给我们有祷告的热情。亲爱的，你有多久没有祷告的热情？只有3个字：主耶稣，我爱你。因为传道说不用太长，再见，拜拜。可以啦，也可以，但是很可惜呀，因为神有话要告诉你啊，他有要给你追男朋友的秘诀呢，不是对那个18岁以下的人讲他对那个20岁以上的人讲，他要告诉你追男朋友的秘诀啊，结果你就走了，他要给你智慧怎么拒绝人家。他要给你智慧，怎么样活出那个精彩？神是跟你互动有机的，你不是今天这样而已，你要听。所以圣灵要来给我们，为我们祷告什么？给我们有祷告的热情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就持续再透过祷告，我们会不断的祷告，给我们洞察力。亲爱的，洞察力英文叫什么哈？传道虽然英文不太好，但你查了一下，叫做 insight。意思就是讲啦，不是晒是讲你感觉足晒的时阵
有够睡的时候哈，这个在黑暗当中，居然有一个亮光。哎，这个是别人一样看到这些资讯，别人一样看到这些，但是他就没有这个亮光。哎，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？这就是洞察力。哎，很奇妙，这就是我们华人常讲的有创意、有创造力，对事情解决有能力。这个能力是别人觉得说没路啊啦，啊，但是你却有一条什么活路，神给你的洞察力。但是你一定要透过祷告，拜托，只有主耶稣我爱你就走了，拍谁？你大概这个洞察力你不容易看到，你接收不到这个讯息，你接受不到这个 email， 没菜啦，哦，可惜，好不好？神要给你丰丰富富的生命啊！我们实在是要透过祷告，我们更多经历神，更多的领受啊！神要赐给我们祷告能够有持续力，因为我们不断的倾听，我们不断的跟神的互动，我们就越来越知道跟神怎么样来相处。圣灵是会这样子为我们来祷告的。好，第三个我们要来看这个经文讲说，我们要禁食吧，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以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敏勇敏感的哈。哎，我今天就禁食了，都没有力气啦，所以嘴巴臭啦，哈。哎，不是，就你不要讲这个，就是说，就你禁食，其实你不是要让人家知道了哈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禁食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告诉别人你的需要，你的需要其实只要告诉谁，因为你禁食是你心中有很多很重要的需要。你不是要人知道，你是要神。所以禁食的意义是说，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寻求他怜悯的表示，有一种决心，透过我们自己自身苦待我们自己，我们的那一些欲望，使我们不被习惯所控制，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得着自由，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禁食有这个意思，说我因着负担沉重到神的面前忧伤迫切，我需要神特别恩典的表示。所以5月快到了，我们5月都会有一些禁食，尝试看看，尝试看看。这里禁食特别告诉我们真的是要喜乐的到神的面前，喜乐来禁食。透过禁食，我们也能够更多聆听不只是肚子饿的声音，不只是这个习惯的声音，我们更多的是听到我们平常听不见的声音。所以我们需要透过禁食，透过为很多事情来祷告，我们为别人提名来代祷。你没有办法想象，你在为别人提名代祷的时候，你启动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惊人的力量，正在围着那一群你所关心的人。传道最近在看大卫包森一本书，叫做《祷告的黄金原则》，它里面讲到一个代祷的真实的例子。你知道大卫包森他其实是对圣经释义是理性的人，我没有想到他在代祷这件事情上提的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事情，也成为我们信心的帮助。他说，在中国大陆要撤退到共产党要进去的时候，基督徒都被迫害。那当时候留在那边的美军，宣教士有2个女孩子，那时候都叫做姑娘，你知道哈，就是2个姑娘，她们拿着这个机构里面需要的钱，她们必须要到城里面，然后提到她们的家乡。可是，在这个路程当中，半夜她们没有办法回去，她们只能在这个荒郊野外，然后就在树下，她们2个姑娘没有结婚的姑娘，就把他们的那个钱，那个时候民国38年左右，他们把钱就放在他们2个女孩子姑娘的中间，然后他们就睡觉。如果你睡得着吗？我规身躯寒，我要免困啦，烦恼就免困啦，你知道吗？半夜有没有声音？那个声音才多，因为地上很多声音。可是还好，这个野狼来什么来什么什么，没有什么来，没有土匪来，所以他的钱都没有被偷走，只有惊心胆跳是那些动物的声音。隔天他们赶快抱着这些钱赶快回去，赶快把这些钱发完以后，后来整个中国大陆就被
就被共产党迫害，然后他们也离开，回去他们的家乡，差派他们的差会。哎，他回去一差派他们的差会，他们做了这个见证。他们说，我们某年某月某日，我们2个人睡在荒郊野外，拿了一批钱，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正乱，可是居然没有人，那些动物都对他的钱没有兴趣，也没有偷回来，所以他们很安全的把这些都带回去，都再发给同共那个他们那时候所需要用的。你知道吗？他的差会，他们都会有祷告资金，今天祷告会谁跟谁来几个，然后他们就那一天你知道吗？我们有几个人为你祷告吗？几个人？27个人参加祷告会，而且我们提名为你们祷告。这2个姑娘的脸马上一阵绿一阵青。为什么用绿跟青？因为她敬畏神。怎么说敬畏神是一阵绿跟一阵青？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要走的时候，他们官员说他们找到2个土匪，这2个土匪因为别的案子被抓到，然后他们在公开场合那个报纸写，他们原来有一个机会在山上，他们可以拿到一笔钱，而且那2个女孩子很弱，她随便都可以拿，但是没想到在他们身边居然有27位士兵站在他们的士，所以需不需要脸一阵绿一阵青啊？我的话，我需要，我要更多敬畏神，我要更多敬畏代祷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彼此代祷。你不知道传道遇到什么困难，因为传道现在不能说，但你可以为传道祷告。那么你为我代祷，我为你们代祷，在上帝在属灵的你看不见的境界，在你看不见的境界，我们都跟神同工有分，我们都要跟神一起来经历。神透过祷告要赐福给我们力量、勇气去面对。所以我们需要的那个改变是什么？不顾一切的闭上眼睛来祷告，不一定闭上但是闭上可以帮助你跟我们能够专心一致，对焦神不看人，对焦神不看人。我们要一起来经历那奇妙的事情。我们要在这里不断，将会有美好的事情，让人惊讶的事情要在这里发生，要在这里经历，要在这里见证神。神是慈爱，永远长存的神。爱，现在坐在位置上的你，跟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特别是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，因为你早就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会经历许多的挫折、不堪、破碎，或许也有许多的美好跟精彩。但是主，你知道不如意的事总是比较多，有8跟9甚至于我知道有许多的人，他一辈子没有几件好事发生在他们身上。但是主，我们有了你之后，我们愿意相信，愿意开口来祷告，说主啊，救我，主啊，帮助我。我们愿意彼此来代祷，我们彼此来提名，彼此关心，彼此扶持。人生这一条路不孤单，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盼望。我们活在现在，我们心系在未来的盼望。
是永恒、永恒的生命，永恒的美好。但是主此时此刻在这世上，你也是赐下那丰盛的生命。谢谢你，让我们带着你的祝福回去，带着你给我们的力量，带着你给我们的热忱，对你的热忱，带着从你那里来的洞察力，我们能够看见不属神那些撒旦的作为，我们能够有洞察力看见对我们那美好的主耶稣基督，你一直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你，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